自2024年7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条新路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10章19、19、31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靠耶稣流血死，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。伊通过仗义，就是家己的身躯，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。咱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，咱着用真诚的心、坚决的信、清气无亏欠的良心，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。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。咱着互相关心，通激励、相听，甲做好事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，毋通学因的习惯，颠倒着互相劝勉。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，搁较着安尼。咱认识真理以后，还故意犯罪，就无搁有通赎罪的诫命。只有用惊吓的心，听候审判，甲得要消灭敌对上帝的人的烈火。违反摩西的律法的，根据2个也是3个人作证，就通甲伊处死，拢无宽赦。安尼吞达上帝的囝，藐视互因圣化开主的约的会，搁侮慢是阮的圣神的人，恁想因应该受的刑罚会加偌严重？咱知讲，伸冤在我，我要报应。搁讲，主要审判伊的子民，迄位是甚物人？含着永远上帝的手，实在真通惊。一条新路。希伯来书对第1章第1节到第10章18节，拢咧讨论有关耶稣基督的身份。伊比天使的地位搁较崇高，伊赢过摩西、阿伦和约书亚。伊的身份亲像麦基洗德的大祭司角色，伊搁较是上帝甲人之间所立新的约。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是总结，就是耶稣基督为咱献上家己做祭，赎罪功成，为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，互咱通借着伊坦然无惊进入至圣所，直接亲近上帝。作者详细劝勉咱，既然得到这宝贵的福分和权利，就应当坚定不移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彼此关怀，激发疼心，勉励行善，尽应尽的责任，听候主的再临。众所周知，台湾基督教教会对1970年代就开始积极关心国事，发表侪遍的宣言。迄是因为1970年以来，台湾面对内政、外交危机甲国家前途的问题。因为安尼，教会秉持信仰，发表历史性宣言，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，台湾前途应由全体自民决定，促请政府互台湾成做一个新搁独立的国家。台湾主权独立，台湾有权加入联合国等主张和合约。现今面对中共用数以千计飞弹对准台湾，不时以战机和军舰威胁台湾的安全，咱教会犹原坚定台湾主权，无隶属中国的立场，
持续关心台湾的前途。这支信仰的行动是希望台湾会当继续持守民主自由，期望国家行往一条新路。经过数十年后的今仔日，搁再检视这个宣言，通发现，当时教会的主张有已经实现，有已经成做多数人的共识，有待真正落实。有教会也出自信仰，积极关心弱势族群。对1970年起，陆续开设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、台北妇女产业中心、海湾渔民服务中心、劳工关怀中心、身心障碍关怀中心、高雄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、澎湖办事处日照中心、槟榔县身心障碍者福利服务中心等等。1995年成立平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，来整合这个机构，秉持基督的疼，传送爱心，分享平安，付出真济人力、物力、资源，为社会相对弱势的原住民、女性、渔民、劳工、身心障碍者，伫身躯、心智、灵性开启一条新的活路。不论挺身关心国家政治，也是服务社会弱势，教会真清楚家己是伫效法耶稣基督通过伊的牺牲，开辟一条新的活路，互人会当亲近上帝。身为基督徒，咱也着用信仰行动回应耶稣的牺牲和救赎的疼。默想，耶稣基督透过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来为人开辟一条新的活路。我愿意牺牲家己的生命来服侍人。耶稣基督透过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来为人开辟一条新的活路。我愿意牺牲家己的生命来服侍人。咱来祈祷，救赎的主，感谢你愿意牺牲家己，为我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，互我时刻拢会当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施恩座前。我愿意效法你来服侍人，求你帮助我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